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何文田山1號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帶大家睇呢一間何文田山1號，實用面積1006尺。入門口呢已經係見到呢一個單位，佢係成環廳嘅設計。單位呢採光度極高嘅，擺放家私呢完全都冇難度。單位附設露台，依家從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呢，係望返何文田培正道同埋窩打老道山一帶嘅遠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，就係望下主人房。景觀方面，廳房同向望返窩打老道山嘅遠樓景。主人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，預留咗呢一個衣櫃凹位，俾你可以做一個衣帽間。主人房浴室四正實用，有窗，沖涼嘅位置保留返係用浴缸。另外2間客房嘅面積呢，大家都係差唔多。第2間客房呢，業主就係打造成一個衣帽間同埋書房。客廁保養良好，儲物空間相當充足。見到呢一個 L 型嘅櫥櫃，就知道可以做到擺放大量嘅廚房用品、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。廚房裏邊仲有一個工人房，當然就有工人專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鍾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